你好，多少钱一串？啊，3块钱一串。来一串。哎，好嘞。来，小姑娘，酸酸甜甜的，可好吃了。钱包到账3元。老东西，保费都没交呢，还敢在我们的地方卖东西？你是吃了报复的？几位大爷饶了我吧，我不知道这是你们的地盘啊。那我们就给你上一课，兄弟们，给我上！住手！老奶奶卖糖葫芦不容易，你们也太欺负人了。臭保安，赶快领着你闺女滚一边去，别碍事儿。我要是不滚，那就连你一起收拾了。兄弟们，先把这个臭保安废了。老奶奶别害怕，我哥哥很厉害的，马上就赶走他们。太感谢了啊！各位，收保护费是犯法的。你看，是我送你们去局子，还是你们去自首？你真以为我们是过来收保护费的吗？什么？按说你们妇女的人头价值10亿，今天就收入我们血影幽冥团囊中了。小东西，投胎去吧！我找死！这是情账。老奶奶，你想偷袭我，还是再忍几十年吧。龙帅，部下接驾来迟，还让凶手有可乘之机，请龙帅责罚。请龙帅责罚。这种袭击我还不放你，都起来吧。谢龙帅。我让你调查的事儿有什么进展？大帅，关于夫人被杀的凶手，现在没有太多线索。继续查。是。还有一件事，五湖财团的现任总裁好像是夫人的妹妹，要不要派人保护一下？我在保护，现在还不宜打动干戈，打草惊蛇。带我们去最近的餐厅。是。阿奇，一会儿就有饭吃了。先生，您预约的牛排，请慢用。谢谢啊。联姻只会更分化我在集团中的权利，我需要一个能控制的结婚对象，所以你介绍的人到底靠不靠谱？看着还比较端正，只不过怎么还带着孩子啊？而且，行了，先挂了，晚点告诉你消息吧。快吃吧。爸爸，你不吃吗？爸爸不饿。名字？楚涛。他怎么来了？难道发现什么了？什么身份？现在在哪里工作？退伍兵。现在是保安。我先自我介绍，林婉儿，帝京第一财团五湖财团的总裁，管理1000亿资产，个人资产过100亿。你的月薪是多少？4000，不过实际拿到手的也就3000多。白灵应该有跟你说过我的基本情况吧？月薪4000，离婚带一娃，你是怎么有胆子跟我相亲的？爸爸，我终于想通了，终于要转天抱着干妈妈了。月亮阿姨，这条项链我妈妈也有，
你是妈妈叫来陪金宝的吗？我不是啊，我是来相。铁宝，别胡闹，快吃。你认错人了，我不是来相亲的。我没有认错啊，这里就是9号桌。其实你不用觉得伤自尊，只要你的个人品质过关，我不在乎物质条件，因为我都有。相反，只要你答应我的条件，你和你女儿可以在帝京过上最好的生活。你是谁啊？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这是6号桌，9号桌啊，在那边。白灵，这就是你说的优质对象，还没对面这家伙看着顺眼。那个，哟，这不是咱枫林街贫困户楚涛？怎么带着自己闺女出来改善伙食？哎呦，3个人吃1份牛排，你们还真是穷的精致啊！是啊，我们在哪里吃饭，吃什么，好像和你们没有关系吧？当然跟我没关系了，只不过看在当年在学校叱咤风云的准学霸半道应招当兵，如今回来，却成了一个臭保安，真是令人唏嘘呀！哎，对了，我可还听老家人说，你把自己老婆给克死了。这女的不会是下一个倒霉鬼吧？看样子呀，还搞了个遗腹子呢。一个窝囊废带着一个拖油瓶，还真有人看得上。少，你别太过分了。你最好搞清楚你在跟谁说话。我现在可是在五湖财团身居市场部总监一，月薪10万，上万的别墅区，正好是我管的。我一个电话就能让你收拾东西滚蛋。到时候你跟你这个拖油瓶呀，就只能睡大街了。爸爸，这吵到田宝吃饭了。好了，野丫头，就算我现在让她跪在垃圾桶面前把这些东西吃了，你这个废物老爹也得像狗一样把它给我舔干净。我说的对吗？楚刀。快点，还有位牛排。你刚才说你是五湖财团的市场部总监。没错，美女，认识一下。你对面这个男的呀，就是个窝囊废。这个社会讲究的是权势背景，我1个月的工资够他掏10年管道的。只要你答应跟我在一起，车包随便你挑。你叫沈傲。美女竟然记得我的名字，这是我的荣幸耶。不如咱们换一个地方，一起吃个饭，喝点酒，然后晚上深入交流一下。不用了，我只是确认一下。你他妈什么意思？老子看上你是你的荣幸，你他妈是在找死！给脸不要脸的贱女人！看这沈总，今天你们都出不了这个门。从今天开始，我就是这孩子的后妈，楚涛的妻子。如我老公和女儿，就是如我。还有沈傲，你被开除了。开除我？你算什么东西？你也配？给我等着！睁大你的狗眼，好好看我是谁。你，我集团总裁林婉儿。李总，我真的不知道是您，我闭嘴！收拾东西，立马滚出五湖集团！你知道的，我不喜欢重复。妈妈好帅！对吧？别来喝，谢谢。不用客气，以后都是一家人。什么意思啊？结婚啊？
走吧，天宝，爸爸带你去别家吃了。你真的不再考虑一下吗？实话跟你说吧，我只是需要一个已婚的身份，跟我领证以后，田宝就是帝京的公主，像今天这样的事情就不会再发生了。爸爸，别人都有妈妈，只有田宝没有。我再考虑考虑。我现在着急参加我弟弟的婚礼。哦，对了，我今天钱没有带户口簿。田宝带了。我终于可以放心了。日防夜防，战贼难防。我还是那句话，你我之间只有夫妻之名，并且五湖财团的事情不能插手。当然，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，我会保证你们最好的物质生活。等我完成我的目标，我们就离婚。希望不要太早。对了，你要去参加你弟弟的婚礼，我让人送你去。不用了，记不录。安排一下礼物，你亲自送上。既然是我的临时亲戚，不要低于2000万的档次，掉我的面子。是。走。老头，谁请的他？好像楚风没给他发请帖吧？脸皮真厚，舔着脸来了。怕不是家里掀不开锅了，来蹭饭来了。这兄弟俩呀，一个是沈总手下的红人，另一个就是个看门狗，天差地别。啊，这里可没有你的位置。你看到了吧？阿峰现在过得很好，你泉下有知，可以安心了。阿峰，生日快乐！你怎么来了？老公，这个臭乞丐是谁啊？臭死了！这儿的安保怎么回事啊？怎么什么人都往里放啊？不认识，八成就是个混进来的臭乞丐。我哥哥才不是乞丐。那就是扫大街的捡垃圾的。阿峰，阿峰，你丢不丢人呐？这帝豪大酒店可是我们帝京唯一的7星级酒店。你看在座的各位，随便一位的身家和地位，都是你这辈子望尘莫及的。而楚总就是其中的翘楚，你呢，只是个废物。阿峰，我们好歹是亲兄弟。给我闭嘴！从小到大都是你叔叔吓我一套，现在我好不容易证明我比你强，你今天就舔着个脸过来舔我，也不知道那个死老太婆看见了会作何感想呢？我当初只是为了保护你，如果我不那样，你也得去北京。闭嘴！你跟那个死老太婆一样啰里吧嗦的，满嘴都是穷臭味，还有低贱的借口。楚风，那可是你亲妈，要不是你不争气、自甘堕落，咱妈也不会把你赶出门。事后她还追找过你，只是没想到你不见了。所以，这个死老太婆死的活该呀！为什么？
你这个臭乞丐，竟敢在我们的婚礼上撒野！我只来完成爸的遗愿。什么狗屁遗愿？你今天来就是无非看我风光了，想过来找我借点钱是吧？好，来，这些够吗？爸临死之前一直惦记着你，想着能吃一口你的喜事，我替他吃一口。啊，这是你的红包。哎呦喂，拿死人当借口来蹭吃蹭喝，朱涛，你丢不丢人呐？哎，窝囊废，你也敢跟楚总称兄道弟呀200，大家看呐，200块，拿200块来蹭10万一桌的酒席，真是好算计呀！赶紧滚！我的婚礼上没有你乞丐吃饭的位置。来人，保安，把他们2个给我赶出去！我们才不是乞丐，我们是五湖财团的大老板。这野丫头是疯了吧？朱涛，你要不要带她去检查一下脑子？五湖财团的老板谁呀？林婉儿。林总又是他吗？我今天就把桌子上的碟子给吞了。楚总在五湖财团任职，林总结没结婚？楚总怎么会不知道呢？朱涛，看这盒子里每一件东西价值都不低于10万。既然你是来参加婚礼的，那这里呢，会是这200块吧？跟那个死老太婆一样，脑子不正常，全身充斥着劣等基因。你这个女儿啊，以后肯定也是个贱人。不，那是亲妈，你有什么机遇，什么选择，我管不了。那是做人没有人性。他妈做个什么东西？也别教育老子！你今天不就是看我在五湖集团混得平步青云吗？今天过来讨好我，就是想过来蹭饭是吧？好，行，来，跪下，替那个死老太婆吃干净。楚风，你对得起咱妈吗？少给我提那个老东西！我呢，现在辉煌万丈，你就是个臭保安，连一个像样的贺礼都拿不出来，跟你这样的人做兄弟，真是丢人。就是，我们家可没有你这种带着个拖油瓶还爱吹牛的穷亲戚，还说什么五湖财团的林婉儿是你老婆，有本事把你的贺礼拿出来给大家看看，该不会是奶粉吧？你还是跟以前一样，喝酒哟。我给你吃我的残羹剩饭，那是你的荣幸。你不吃，就让这个小野狗帮你吃。五湖财团贤大，恭贺楚先生新婚。五湖财团贤大，恭贺楚先生新婚。白秘书，您怎么来了？哎，这真是受宠若惊啊！哎，白秘书啊，他是林总最信任的人，这一言一行都代表着林总。白秘书携贺礼而来，说明楚总已经被林总器重，这要一步登天啊！这是价值2500万的房子。另外，从今天开始，楚先生将是我们五湖财团的新任财务部总监，年薪300万。看到了吗，建明楚涛，咱们俩早就不在一个层次里了。是，滚吧！今天是个好日子，识相的话就赶紧滚，我不想让现场难看。天哪，
天哪，阿峰，这可是2500万啊！姑爷，来的仓促，只能准备这些，您看合适吗？姑爷，姑爷，除了庆贺婚礼之外，今天我们五湖财团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公布。楚涛，楚先生，是我们林总的丈夫，也是我们五湖财团的姑爷。早说五湖财团的老板是我妈，你们非不信，还欺负我爸。小姐，你说他们有人欺负姑爷，怎么回事？他把风扔在地上，让爸爸吃。外面说这小孩子胡说八道的，当得真啊！是啊，你说这孩子，来，叔叔给你，二伯给你糖吃啊。大哥，您早说您是五湖财团的姑爷啊，这不都是误会一场吗？快坐，快坐，今天好好给我招待大哥。坐。阿凤，饭我替妈吃了，祝你新婚快乐，前程似锦。大哥，大哥，别走啊！白秘书，您这是趋炎附势，有眼故意不看人低的东西，你们不配当姑爷的亲戚。合上东西，走。白秘书，为什么总是这样？这凭什么？这凭什么？你还好意思说？得罪了林总，我们一家怎么在地界混下去？我真是等了8辈子没了，才要嫁给你。哟，你这个婚礼怎么这么冷清啊？啊，林少，放心，那哥哥呀，不过就是我堂姐随便找的倒插门的赘婿，废物一个，没有实权的。原来如此。可是林少，咱们五湖集团完了。有我在，你怕什么？林婉儿挡了周家的路，五湖财团马上就要覆灭了，我都安排好了，估计待会儿啊，你就能见到楚涛跪在你面前了。多谢林少，多谢林少。楚涛，今日之辱，我必让你100倍奉还。这样的废物，怎么配踩在我的头上？哇，爸爸，我给你找了个好人家。没想到你就是这儿的保安了。那这儿的钥匙我会让白灵给你一份，还有田宝，我会尽快安排他上最好的学校。黑龙，你，黑龙，你来干什么？您的美女，这听你堂弟说，你这里有笔生意要谈一谈。林云海，他想怎么样？签了这份合同，把战部的项目交给他。战部项目我筹备了7年，这是我跟战部搭上关系的唯一机会，我是绝对不可能让给林云海的。跟我有什么关系吗？我们黑龙会只管收钱办事儿的。黑龙，
这是林家。林家，哼，我今天带的人不多，门口也就100来号人。谈成的话，林家还是；要是谈不成，那这里就是林氏陵园了。你们黑龙会当真这么无法无天吗？混账！知道黑龙会凭什么在地京几十年不倒吗？因为啊，在地京的地下是老子的地盘，对吧，林总？他给你多少钱，我也可以给你，但项目这事不可能。好啊，10个亿。胡说八道！你这跟明抢有什么区别？对，你说的没错，我就是在明抢啊。我没那闲工夫在你们这儿来回跑，要么把合同签了，要么给10个亿，不然的话，我替你换一个主意。3秒钟，先取你一只眼睛。哎呦，这么漂亮，可惜了。哎，要怪啊，就怪你的主子。3秒钟，松开，否则你的手也别想要。为什么？我刚才没注意，你是个什么东西啊？这难道是一只会说话的狗？楚涛，这件事情你不要管，黑龙会势大，不是你能惹得起的。我是这里的保安，还保得上规模。保安？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吗？现在离开，你还能留一条命。楚涛，我说了，这件事和你没关系，先出去。田宝还在这儿呢。田宝，你子，既然你这么想死，我就成全你。你这样，最后说一次，让他们等等，楚涛，放开他吧，我同意了。我不同意。妈妈，我怕他们打不过爸爸的，有可能连我都打不过。啊？真的哦。我现在就送你们上西天。我爸爸可厉害了。小崽子，外边100多人，一人一棒子，都能把你妈打成肉泥。楚涛，你松手吧，我答应了，这件事情和你没有关系，你没有必要牵连进来。项目可以给他们，只要明天的发布会能照常进行，可以弥补损失。还是挑最省事儿的办法。100多人，问题不大。什么？哎呀，这里的人都跟我出去吧，按你们的规矩，要么我解决他们，要么他们解决我。楚涛，你疯了！行，是条汉子，你们去给这位兄弟送行。妈妈，等一等就好了。黑龙，无论是项目还是10个亿，我都答应你。你让他们停手。完了，你只有给这位兄弟收尸的份儿了。小保安，记得下辈子。啊！还有吧？还有吧？这怎么可能？你感觉怎么样啊？感觉刚热完身吧。我问的是这个吗？我是问你有没有受伤。没有啊，100号人都没有伤到你。没那么多人，他夸大了。哦，那还好，我还以为也就97，不过都挺耐打的。兄弟，是我眼拙，我认栽。
但是我这毕竟是黑龙会老大，黑龙会势力庞大，如果你连我也干掉，你走吧。不杀我，没必要，我不想做多余的事情。兄弟，今天算我欠你一条命。作为回报，我告诉你个秘密，今天这事儿有周家插手，我只不过是马前卒而已。这，明白了。不过你还是叫个救护车，你外面的兄弟都只剩一口家。啊，你真的只是战部退伍兵？你要看我证件吗？不用了，我待会儿会给你100万，你带着田宝出国吧。为什么？周家掌握大夏战部，如果这件事情是周家受益的话，五湖财团可能自身都难保。你我萍水相逢，我不想害了你。他为什么要动你啊？战部里面有我的仇人，我调查战部就等于在挑衅周家。但这件事情是我自己的路，跟你没关系。给姑爷准备机票。是。哎，慢着。我没说我要走呀。什么意思？姑爷，现在可不是意气用事的时候呀。我是这里的保安，业主的安全我要负责。喂，怎么了？你说什么？怎么了？大呼小叫的。林总，沈秋水忽然失踪了。什么？监控呢？都已经查过了，他自己走的。林总，这可怎么办呀？沈秋水可是国际天后，她现在和五湖财团又是签约关系，是财团的门面。这个节骨眼上就忽然失踪，这个好，这个好。你能不能把声音关了，吵得我心烦？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玩游戏？你去哪儿？去找沈秋水。啊？林总，姑爷是不是生气了？别管他，现在最重要的是发动所有资源找到沈秋水，同时做好最坏的打算。这样，先去准备明天下午的新闻发布会。我们要负责的事情，应该负责。林总，沈秋水的粉丝可是各个行业的巨擘，这一旦公布，五湖财团将会被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，没有人会放过吞噬五湖财团的机会啊！先去发布会安抚大众，剩下的看天意吧。是。人抓到了，留活口。No， 沈秋水的人气，你比我更清楚。整个佣兵界只有诸神殿敢接这单。我要是不杀了他，以后的日子我就只能亡命天涯了。那你的意思是？得加钱3倍。可以，我现在就让人把钱打你们账上。交易愉快。战场上可没有你这么细嫩的皮肤啊，这都能掐出水来了。说起来，我们还没有玩过天后呢。一想到能将天后压在身下肆意玩弄，哪怕现在死了也值了呀！我都快忍不住了。既然只是要留活口，那我先玩玩总可以吧？你没这个机会了。你是谁啊？我气的大夏禁止一切民兵进入，你们明知故犯，是在找死吗？这大夏是没有人了吗？就算没有枪械，我们随便一个人也能单挑一个特种小队。单刀赴会，是不是脑子有病啊？解决你们一个人就够。给我弄死这傻逼！上！
去死吧！怎么可能？犯大夏者，虽远必诛。你是神仙吗？我是保安。哪来的野丫头，快滚！否则本大爷一枪崩了你！松尾大叔，你们已经被我包围了，快抱头蹲下！小丫头，看这东西没？这可不是你们小孩拿来过家家的萝卜刀，这可是开了刃的。你倒下去，让你无厘头胎那种。哼，既然你们听不懂，那我只能用实力说话了。什么情况？这是见了鬼吗？管他是鬼，别拿枪崩了他！哈哈哈！说了你们还不信，至少挽回我好言相劝。哎呦，天宝，我说过让你策应就行了，小女孩应该文文静静的，怎么又动手？没有啊，是他们先动的手，我只是正当防卫而已。小妹妹，你是说这3个雇佣兵精锐都是你打倒的？林总，还是没有19水的任何消息。再等10分钟。别等了，你等不到他。是你做的，你们最近越来越无所忌惮了。你真的想毁了五湖财团吗？不，五湖财团在你手上才会灭，但到了我们手上，它会荒废。林云海，如果沈秋水出了事，你就算得到了五湖财团，也不过是个烂摊子。你图什么？不，沈秋水出事是你林婉儿的责任，你现在已经是五湖财团的罪人，而我就是要等你引咎辞职之后，再把沈秋水找回来，这样我就是财团的英雄。各位，我们刚刚收到了一个不幸的消息，沈秋水沈天后失踪了。真的假的？而这一切林婉儿的失职，他应该负全责。林总，您会因此引咎辞职吗？林总，沈天后人脉难以想象，经过此事，您准备怎么解决这次财团危机？五湖财团的股票已经在开始下跌了，短短数秒钟蒸发了上百亿。那接下来，林婉儿想好怎么道歉？是股东代表打来的。都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了，你们还要隐瞒真相吗？对，我们有权知道真相。五湖财团倒闭吧，林婉儿，你该向沈秋水全世界的粉丝谢罪。接吧。你们都干了些什么？现在大量企业要跟我们取消合作，五湖财团要沉了。今天过后，损失将会达到上千亿。我会引咎辞职。辞职？你以为你是谁？你辞职能够挽回什么损失？你这个自负的白痴！你说你早早的把五湖财团交给我多好啊，非得搞得身败名裂，贱不贱呢？难道真的就到此为止吗？林总，要问问顾影。你去哪儿？去找沈秋水。啊？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。林婉儿，我劝你识相，你现在赶紧给我跪下来，求着我让我饶你一命，这才是你现在唯一行之有效的。楚涛，你在哪里啊？柴总看，
是沈天后，沈天后没有失踪。这怎么可能？他怎么可能把沈秋水带回来？那可是主神殿。你究竟是怎么办到的？这么累？公共场合你注意形象。让大家久等了。沈天后，我们担心死你了，还真以为你失踪了呢。怎么可能呢？我们之所以姗姗来迟，是因为准备了一个大消息要跟大家宣布。我决定，我与五湖财团的合作期限从3年扩至10年，并且合约费用为0。什么？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沈天后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10年，你1年的合约费都高达40亿啊！当然是真的，不过我有一个小小的附加条件，林总。哦，什么条件？我想要楚涛做我的私人24小时贴身保镖，长期雇佣。不可能。不可能。我拒绝。不是那个楚涛是我的，他已经是我的私人保镖了。哦，对，已经是。他说的对。那好吧，我收回刚才的话。不过我在帝京有需要的时候，他必须贴身保护，否则我们之间的合约不用谈。沈天后，你为什么非要？完全可以，我现在马上去打印合同。哎，不用，合同我已经准备好了，刚刚已经打印出来了。林总，请吧。合作愉快，合作愉快。楚涛，你跟沈秋水认识啊？楚涛，你跟沈秋水认识啊？没事。那他为什么会对你这么亲？可能他脸皮比较厚吧。我就多余问你，嘴里一句实话。什么事儿？好，我现在就过去。怎么了？田宝的老师说是出点事儿，我先去学校一趟。哎，田宝换学校了，我陪你一起去吧。哎，林总，王老的礼物到了，要不先过个目？你先忙工作，我自己去就行。那行，我把定位发你，我忙完就过去。楚涛，你绝对不是一个普通保安这么简单。我让你动了吗？起来！知不知道我这次让主神殿的人入京冒了多大的风险？周少，我也没想到那个楚涛竟然能找到沈秋水。楚涛，他是谁？我查过了，楚涛他是个保安。保安？雪煞那帮人虽然不是诸神殿的精锐，区一个保安能从他们手上捞人？你是白痴吗？还是你拿我当白痴？这3天后就是授勋大典，周家为此准备了7年，不能让林婉儿再调查战波。我给你们3天，捣毁五湖财团，把林婉儿的人头给我放在这个办公桌上。是，我还有办法。今晚是战部统领王老的寿宴，只要我们操作得当，今晚我不仅能让他折气，说不定还能借王老之手除掉他。那我看你们俩今晚表现。
是我，你去查一下楚涛这个人，如有必要，即可起诉。爸爸，你就是楚甜甜的爸爸呀？没错，是我。听说你是个保安，你的女儿楚甜甜打了同班同学，被开除了，带着她滚吧！你打人了？没有吗？还没有，这欧浩辰脸上的伤是怎么来的？是他替你撞的，就是你打的。这小年纪还学会撒谎。我女儿说的你不信，这小子说的你却不怀疑。欧浩辰的父亲是海归博士，外籍华人，而且还是五湖财团的任职高管，这种家境娇出的孩子怎么会差？所以你们院评判对错的标准是家境出身，不是是非曲直。那不然呢？张主任，我的韩本。冯先生，您来的正好，您家孩子呀给人欺负了，我正要开除这个小女孩，这是她的家长。现在，马上 apologize to myself。我现在火气很大，别给我菜鸟。立刻，马上跟我的儿子道歉，然后滚出这个学校。跟爸说实话，真的打人了。我记得我跟你说过，无论发生什么事儿，打人都是不对的。哼，别说你的女儿还那么骚，就算没有，以你的身份，她也不应该跟我的儿子一个班啊。张主任，贵校的档次真是越来越低了，什么阿猫阿狗都能招进贵族私立学校。这里是大厦，我让你别给我掺鸟语，你听不懂吗？打我！我他妈找的就是你这种不辨黑白、吃里扒外假洋人。我可是海归博士，社会精英，什么档次、什么身份，你敢骂我？这粗口话，真没素质。他嘴巴干净，他儿子手脚干净，你管这叫素质？再怎么说，冯先生也是从国外进修完回来，我校也推崇这种先进的等级制，筛选精英。这劳神子的贵族小学，我女儿还就不读了，别让你们这些精英去。我让你们走了吗？你想怎么样？你们父女两个现在跪下跟我儿子道歉。你确定？就是。小店长、大家长道歉。必死，找死！爸爸，你不是说无论发生什么事，打畜生不算。你敢打我！这个贱民，你竟然敢打我！你知道我是什么身份吗？我就说这一家子都是野蛮人。你说谁是野蛮人？林总，您怎么来了？您不知道啊，这园里不知道怎么来了一个有娘生没娘教的杂种，他生我的儿子，还有这个贱人。林总，我就是这孩子的妈妈。你说的小杂种是谁呀？您是他母亲？喂，白灵，现在收购裴汉贵族小学，无论多少钱，你们现在被开除，
立马收拾东西滚！开除我？你知道我的身份，有多少公司想这样吗？五湖财团又怎么样？我可是尊贵的外国友人，我找人打死你们，大夏也不能拿我怎么样吧？给我等着！还不走，等什么？等他叫人卸下火气。是，报告，他们刚才还说这黑龙会算个屁呀！您赶紧来吧。你们有种别跑啊！老子今天不弄死你们，老子就不姓冯！我等着。还有，你这种黄皮白心的香蕉人，不配与华夏姓氏。老子叫的人到了，你们就等死吧！报告，你们这是？别问，妈的，昨天碰到硬点子上了，300号兄弟全给老子干趴了，就这场都是轻伤了，正好火一弹，人在哪？在里边。放心，咱们是挚爱亲朋，手足兄弟。今天就让天王老子来了，我都帮你出这个问题。走。行。是哪个不长眼的，敢欺负我冯老弟呀？啊！我操！侯爷。报告，你管他叫什么？报告，侯爷，您别折煞我了，你叫我小猫。报告，你在干什么呀？干什么？我干你老穆啊！这尊大佛你都敢整啊？龙哥来了，对着叫声爷，你老子跪下！我呀！少爷，这假洋人是你的人？不熟，真的不认识。刚刚你们还勾肩搭背来着。陶爷，您就别玩我了，我上有80岁老母，下有7、8岁孩子，我都是遭仙人陷害啊！你放我一马。那你呢？你不是找他来对付我？楚涛，天宝还在这儿，能不能冷静一点？妈妈，天宝火气也很大。你们两个真的是……那个，抱大嫂，您叫我小猫。算了，按照你们的规矩解决吧。你们两个跟我回家，我有话要跟你们说。走。来人，把他给我拉车上去，老子要扒了他的皮！那是干什么？报告，我突然干呢？操！老子也是。楚涛，你教育孩子的方式有很大的问题，以后田宝的日常教育交给白莲来负责。看一眼。我没有在跟你商量。楚涛，我没钱。爸爸，你背叛我。瞎用词。白灵，带小姐下去休息。好的。林总，王老的寿礼我就放在这里了。小姐，跟我来吧。今晚陪我去参加王老的寿礼。王老，王龙山，大夏4大战将之首，
为了这次合作，我筹备了整整7年，是我进入战部调查姐姐死亡真相的唯一机会。你的姐姐？楚涛，你有没有在听我讲话？哎，忘了，你也是退伍兵，能亲见大夏战神，紧张也难怪。事情办好了，周少，万无一失。楚风已经成功将 U 盘替换，今天晚上林婉儿两人必死无疑。楚涛，今晚就是你的死期。康姐，看来你还不死心，真要和周家作对？我无心跟任何人作对，我只是想以自己的方式达成目标。那很遗憾，你已经到此为止了。周深，舰队，这什么意思？看来今天还是场鸿门宴。楚涛，在周家面前，你所仰仗的五湖财团就是个触手可灭的玩具。今天就是你的死期，那你可以让我试试。你是个退伍兵？是。我大夏战部所有的统领都是我父亲的部下，就连那个王老都得礼让3分。你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蝼蚁，见到我还敢不行礼？大夏配让我行礼的人不多，碰巧你这个狗仗人势的二蛋不在此。混账楚涛！你知道面前这位是谁吗？他是周家主的亲儿子，不然我为什么说他是狗仗人势的二蛋？好，你够胆啊！周深，你未免太无法无天了！你真当战部是你们周家的工具吗？他说他是退伍兵，但是我让人查了大夏战部所有人的人员名单，就没他这个人啊！什么意思？一个不存在的人，谎称是大夏兵员，出现在王老的宅院，我们当然宁可错杀1000，也不愿意放过一个。不可能，楚涛他没有理由。林婉儿，你还没搞清楚状况，你窝藏罪犯已经是通罪，今晚你也别想走出这个门。舰队长，等什么呢？管理他们，收拾包头，蹲下。我不喜欢被人用枪指。都给老子把武器放下！全都给老子把武器放下！王老，周少说这小子有问题，我得保护您的安全啊！放下！不想说第3遍。王老，你也要庇护这2个罪犯吗？周深，你想给我定罪？你最好亲自让你老子过来跟我说。哎呀，王老什么话呀？见过王老。哦，小兄弟，看着面熟啊，我们是不是见过？当年北进参与了战前动员。行了，这个小兄弟没问题。王老，刚才已经证明他的身份不明。您不要被他给骗了！混账！你的意思是我在搬弄是非？这怎么不敢？哼，软骨头！能参与7年前战前动员的，都是大夏在国难当前建过功的，他们每一位都是忠兵英魂，我绝不允许你们每一个人对他任何的羞辱。行了。各位无事不登三宝殿，有什么事快点说，我还赶时间呢。
如今国泰民安，王老身为国之重器，应该多注意休息才是。我说的就是休息，你们打扰到我了，心里没数吗？王老，我是五湖财团的林婉儿，今天他来向您贺寿，还请您笑纳。说事儿吧。晚辈确实有事相求。这是我们五湖财团最新研发的军用无人机设备，希望能和战部合作。哦，看看。军用无人机。这是我姐姐在五湖财团时就研发的产品，可惜她见不到产品面世的那天。不对劲，可没问法术。这是浣熊病毒！什么？混账！把他给我抓起来！我滚开！小子，你想造反吗？王老，此事有蹊跷，五湖财团没理由这么做。大错已经酿成，病毒是从他手里出来的，他脱不了干系。王老，浣熊木马传染性极强，很快就能将这片区域的所有电子设备全部染上病毒。剑师，你抓紧联系技术人员进行修复。王老，浣熊木马是世界上最恶毒的病毒，以我们现在的技术水平，只能缓解，不能修复，而且起码需要3天的时间，损失至少1万亿级啊！你还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吗？让他立刻接受审讯。王老，他不是真的，而且我要尽到我作为的责任。舒堂，你王老，请立刻召集战部部众，诛杀这2名罪犯。真的要跟我作对吗？给我3分钟，我能彻底解决浣熊，且追根溯源。错了，真以为他能解决？大言不惭！浣熊病毒这世界上无人能解。当初我战部召集了10几个专业的黑客团队，花了整整1个月都无济于事，就凭你？就是我，不要听他胡说八道了。我们现在的当务之急就是控制病毒，不要再扩散。朱导，你真有办法？但我有个条件。这儿都还没做呢，就谈条件。王老，这人肯定是有备而来。王老，绝对不能姑息啊！你们2个给我闭嘴！显得你们了。3分钟做不到如何？以这条命做人。舒堂，你别冲动，这件事和你没关系。王老，我自愿接受调查，自证清白。我现在在乎的不是你的清白，是控制损失。小子，说条件。这个房间只能留你5个人，绝对不可能！看你是想把我都赶走，好对王老动手。哎呀，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。王老，绝不能相信他。如果我动手的话，你已经是个死。让监视留下。可以。王老，都给我滚出去！谁再废话，老子毙了谁！开始吧，记住，你只有3分钟。小子，你安静，我来找根源。嘿，你怎么跟王老说话的你？
你可知道你这样做的后果？可以了。这种奇迹一样的画面，只在当初跟随龙帅时见过。可惜，楚先生，根源是哪里啊？他还有1分钟的活头，浣熊，整个世界的顶尖黑客加在一块儿，还有可能将他破除。单凭他一个人，不可能的。垂死挣扎，楚涛，你这个窝囊废，终于要死了吧？王老，情况怎么样？哈哈哈哈哈！楚小兄弟说到做到，浣熊病毒已经解决了，而且找到了根源。怎么可能啊？他一个人？哦，你的意思是我在说谎？不是王老，我的意思是，大夏竟有如此人才。行了，放开那个小姑娘吧。你真的解决了？你到底还有多少事是我不知道的？姑娘，方案很不错，明天派人过来签合同吧。是。至于你们，王老，那我楚风搞的鬼，他在找死吗？王老，我希望你能放他一马，毕竟他是我亲弟弟。你确定吗？这是他最后的机会，我希望他能迷途知返。你们走吧，我累了。等我解决了五湖财团，你会明白得罪我的下场。有我在，你动不了五湖财团。王老，我们也就先走了。好。剑士，这小子很像我的一位故人。对了，秋水哪儿去了？今天老夫寿诞，他怎么没回来啊？听说他要给您介绍位神仙什么的。什么神仙？这小丫头真是说话越来越不着调了。是他。对不起，先别跟着我，我现在心情很不好。楚，小涛，照顾好你弟弟，别让他走歪路。希望这次你能明白我的用心。维特，2杯威士忌。楚涛，正是。我操，涛子，还真是你！什么时候回来的啊？哎呀，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喝闷酒啊？对，正好今天我请客，咱几个高中同学聚会，走，过去一起喝，走。哎呀，走。哎，对了，你现在有没有工作？我正在筹拍一部戏，就你这性子，妥妥的男主。哎，大家快看，这是谁？这不是咱们那个高中同学学霸楚涛吗？对呀，是啊，森哥，这不巧吗？来，桃子，赶紧坐，这么多年没见了，咱得好好叙叙旧。不让他坐了吗？
孙哥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正喜啊，别什么臭鱼烂虾都往这儿拉。穿着人模狗样来酒吧，你该不会是来挣外快的吧？啊！咱这么多年同学了，这么说不合适吧？正喜，现在是你求我办事儿，端正点自己的态度。我跟飘飘要是玩的不开心了，你的戏就别拍。正行，我告诉你啊，孙总现在可是天娱娱乐公司的总经理，他要是不点头，你这部戏在整个华夏就没有机会拍，明白吗？哈哈哈哈。老赵，没事儿，是也老赵，回头咱在一块喝。慢着。你跟这个楚涛，你俩是发小是吧？是。这样，我们女主飘飘啊，想看一场正导兄弟反目的戏。哎，你演好了，我就给你投资。怎么样啊？这孙总太坏了。正喜啊，我听说你因为这部戏掐底儿可都快掏光了，这机会可是给到你手里了，你是要呢还是不要呢？孙总，您看这样行吗？楚涛是我兄弟，你他妈给脸不要脸啊！到此为止，玩弄人性没有意思。撒开！这俩废物还挺有情有义的啊，怪不得能在一块扎堆儿呢。正喜，不是我没给你机会，是你自己不珍惜呀，优手寡断，活该你破产。孙总，对不起，你不用跟人家道歉。我认识个不错的演员，可以介绍给你。钱，我相信有人会愿意投资。喂，楚涛哥哥，你在哪儿呢？我带你见下我外公。这事儿以后再说。你先来千生酒吧一趟，我想让你接我朋友的一部剧。好，我马上就来。哎呀，挺像那么回事的啊！我倒要看看谁敢来接你这部戏。涛子，别让人过来了，怕影响别人前途。那名演员一定会被天娱封杀的。放心吧，他封杀不了，因为来的人是沈秋水。谁？沈秋水，你实习疯了吗你？我呸！哟，还真是张口就来哈！人家沈天后啊，是天娱娱乐的老板，你们两个什么档次呀？还亲自给你打电话呢，还亲自来找你，你可逗死我吧！涛子，你说的没错，沈天后对我们来说都是遥不可及的存在，这根本就不可能。能不能的，待会儿就知道了。这样，你要是真能把沈秋水找来，我跪下叫你爹都行。他欠我个人情，让他来演部剧，应该不难。那还在给我装逼呢是吧？啊，把我当傻逼玩呢？傻逼！郑喜，明天我就让你的负面消息覆盖整个大夏，到时候你就跟个过街老鼠一样。拍戏，这辈子你都别想再拍一部戏。
孙强，都是同学，你有必要玩这么绝吗？啊，这就绝了！哼，郑喜，我实话跟你说，你这部戏我压根儿也没打算投资，飘飘呢更不会演你这部烂戏。今晚过来，我是想逗一逗你。混蛋！你他妈活腻了，敢跟我动手？找死啊！孙强，我看活腻歪的那个人是你。孙强，我看活腻歪的那个人是你。沈天后，是这石头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他们两个刚才借着你的名头招摇撞骗，我正准备封杀他们呢。对，是天后，尤其是那个楚涛，他到处造谣说跟你有关系。这事要是让别人知道了，肯定会损伤您的声誉啊。孙总，他也是为了维护您。不是天后，你别听他们胡说，涛子没有造谣，郑喜就有他爱说话的份儿吗？造谣？没有这回事儿啊！我吧，尽是在追求楚涛哥哥。啊！申强，我给你权力不是给你滥用的资本，天娱娱乐也不是你用以享乐的背景。你被开除了。滚！先别急，有笔账还没给你算。楚涛，我已经被开除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你被开除是你德行不是，迟早的事，但我兄弟不能白白受苦。现在我要解决的是你欺负我兄弟的事情。现在我要解决的是你欺负我兄弟的事情。涛子，拿着！好，你们太过分啊！闭嘴！郑喜，如果今天我没来，你会怎么样？你想过没有？哎，郑喜，大家都是同学一场，你无论你做什么选择，我都会认。但是告诉我，身上还有没有血性？郑喜，他妈直接跑了！怎么感觉这有点像外公当初练兵的方式？把我当凯子是吧？我像条狗一样求你啊！你凭什么啊？咄咄逼人！你咄咄逼人呐！好了好了好了，现在可以滚。还算是个爷们儿，放心，你的忙我帮了。涛子，谢谢你。怎么啦，天宝？妈妈，我想去那边。你确定吗？哦吼！我操，涛子，这不是五湖财团总裁林婉儿吗？心情不好啊？现在好多了。哦，因为他。对呀，怎么了？
回家。哎，那可不行，楚涛哥哥答应了要陪我逛街的。你别乱说，我可没答应。阿姨，你要当我小妈吗？小机灵鬼，那叫后妈。哎，死丫头，别添了。这有什么的？你未婚我未嫁的。再说了，我也不介意你带个女儿呀。我不同意。易经美女总裁林婉儿和国际天后沈秋水抢男人，我电影都不看这么拍呀，讨论。林总，楚涛又不是你老公，你凭什么不同意？我什么事儿？你说什么？啊，我知道了，我马上回去。下次再帮你吧。哎。王总，我们这边就先替周少感谢您的出手。哼哼，小事儿，在大夏我还是做的。是，不愧是东游集团的东亚负责人，霸气！我倒要看看，断了他们的能源，他们还怎么生产军用武器？交不了货就敢跟战部签下订单，那就是诈骗！王自如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哟，一家三口上门来兴师问罪啊！在我项目即将启动前回绝，你知道这会给我造成多大的损失吗？林丫头，你要搞清楚你在用什么态度说话。林婉儿，东游集团掌控着全世界80%的实力，富可敌国。东游集团的老板更是无论走到哪里都是受人礼敬的存在。以我们周家在大夏的影响力，东游集团会选择我们周家，还是会选择你们五湖财团？只要周家认真起来呀，覆灭你们五湖财团也就是翻翻手掌的事儿。既然我们东游集团发话了，那么在大夏境内不会有任何人敢跟五湖财团合作。他们只能等死。是，我倒是觉得你们可能太看得起自己了。他只是东亚区的负责人，代表不了整个东游的决策。你是个什么东西，也敢质疑我？白痴，你知不知道“负责人”这3个字的含金量？就是，看来你是真着急着找死啊！怎么，负责人难道比老板还要大的账？老板还没发话，他就敢越俎代庖？林婉儿，我可以视为你们在挑衅我，在挑衅东游吗？既然如此，那我就给老板打电话，让他们亲自封锁你们五湖财团。等等，王总，我现在就带人走。没事儿，让他打。别胡闹了，楚涛，东游集团根本不是我们招惹得起的。五湖财团的资产和这种世界级的庞然大物比起来，根本没有可比性。王总，他们都挑衅成这样了，咱们是不是该给点教训？不然他们怎么看咱们东游集团？怎么了，王总？老板可能在忙，打通。真是狗屎运！楚涛，我们先走吧。晚点我亲自给东游集团的老板打个电话，或许还有机会。没机会了。今晚过后，我会联合周家共同覆灭你们五湖财团。林婉儿，要怪就怪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废物。别急，或许我有一套。喂，阿兰德，是我。你正在大夏，跟大份合作，来腾龙酒店，我给你3分钟的时间。走，下楼签合同去。楚涛，都这么久了，人呢？楚涛，你真的认识哈兰德吗？妈妈，他是爸爸的朋友。哎呦，朋友，你东游老板什么身份？你什么身份？哎，你别太搞笑了啊！跳梁小丑，林婉儿，我今天给你2个选择：第一，把五湖财团转让给我；第二，五湖财团就此覆灭。周少可没有什么耐心了，我们2个都不会选，因为今晚过后，五湖财团会得到东游的全力支持。痴心妄想！
老板，unbelievable，真的是你！来，你再动手动脚，信不信我扇你？放肆！楚涛，站在你面前的，你知道你算什么东西，敢这么跟楚说话？老板，我闭嘴！这是东游集团的老板。合同带了吗？带着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意思就是条件随便填。随便填。嗯，清楚的，不差钱。老板，这不行啊！你是啊，我是东亚区的负责人。哦，是你呀！你被开除了。老板，这为什么呀？因为我是老板，我想开除谁就开除谁。滚！楚涛，你到底是谁？他他妈到底是谁？这样一个人，可能极其无名，我为什么一点消息都没有？楚风，州长，他从一开始就离开了大夏，我是真不清楚啊。离开大夏？难道他是隶属于某个佣兵团？可是以他的身份，为什么要接近林婉儿？他跟林家到底是什么关系？算了，我们现在的当务之急还是五湖财团。州长，五湖财团如今得东游集团的相中，如日中天，我们恐怕阻挡不住林婉儿进入战部的脚步了。挡不住，那就鸠占鹊巢嘛。林婉儿现在最大的破绽就是她代理总裁的身份。你是说，只要能证明她姐姐的女儿已死，那么林婉儿代持的股份就是无主的。既然那些股份是无主的，那么谁都可以吃得下。对呀，涛，无论你是谁，都是图做嫁衣罢了。只要掌控了现在的五湖集团，我周家就可以横跨战商两界，上一层。哎呀，果然是虎父虎犬子呀！有周少在，周家当兴，大夏当兴啊！去做吧，我不想再有任何事情影响到授勋大典。好，是。楚涛，你到底是谁？山水国际。你别给我拿哑谜！一个保安能做到这么多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？保国家安稳，保天下安定，也是保安。我现在不能说，3天后你会明白。我去。周深送来的，拆开。这不可能！这死亡证明不应该是这样。死了，不应该是这样。银铃。喂，林婉儿，可惜了，记得明天来参加股东大会。毕竟总裁交接，前总裁也需要在现场，是吗？
7年了，我费尽一切心思接近占卜，探寻真相。我原本以为终于接近了目标，可现在孩子死了，五湖财团也即将保住了，所有的事情要结束了。有我在，他们不会有机会的。那可是周家，周家家主周进即将接任龙帅之位，你一个普通人，也没有什么办法。到时候你会知道的。哎，林总，时间差不多了啊。各位，我林婉儿自从担任代理总裁以来，五湖财团蒸蒸日上，现在更是得到了东游集团的支持，成为世界级财团指日可待。你们为什么要背？婉儿，别说的这么难听，你的努力我们大家都有看到，只是你千不该万不该，不该跟周家作对啊。是啊，现在整个大厦除了我们五湖集团，还有谁敢跟周家作对呀？况且林莲的女儿迎夫，你毕竟只是个代理总，这周家只是公平竞争嘛。嘿嘿，莫总说得好啊。来，谢任同意书，虽然结果都一样，但是签了这个，死好看点。林海，就这么迫不及待？对呀，我等这一天等了好久了，现在还有什么悬念吗？哎，没想到一张小小的纸就能将五湖财团送给林婉儿，多谢了。确实，拿着一份奖证就想骗取一个财团，周家好手段。你说什么？假的？如果是假的，那我们岂胡说八道！哎，这黑字怎么可能有假？傅涛啊，你可真喜欢找死啊！五湖财团对你来说很重要，是吧？不，我要的从来都不是五湖财团，它属于姐姐的孩子，对我来说只是工具。这是姐姐的遗物。7年前，她离开五湖财团，怀着身孕去北京找那个男人，结果回来的时候，却是一具惨不忍睹的尸体。我恨他害死了我的姐姐，所以我发誓，我一定要找到他，亲手血染。五湖财团是我唯一的仰仗。好，我帮你，但结果可能不是你想要的。难道还会比现在更差吗？你还真信他？帮他拿什么帮？过了今天，五湖财团就是我们的了。楚涛，我劝你还是想想该怎么走吧。姑爷，现在已经是死局了，那个孩子已经死了。好了，别浪费时间了，赶紧把这个卸任同意书给我签了。明天开始，五湖财团那可能不能如你所愿。你什么意思？字面意思。进来吧。田宝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阿姨，你辛苦了。二姨？是呀，阿姨。这个事情我妈妈也有。你是妈妈叫来陪青宝的吗？楚涛，林婉儿，这就是你们的底牌呀？找了一个小孩来冒充林玲，你不会以为用这种方式就能说服得了我吧？啊，自欺欺人呐！这是田宝的学员报告，与离年的匹配度达到99.5%。什么？李总，这不是的。我帮你，但结果可能不是你想要的。田宝就是黎玲，是五湖财团唯一的合法继承人，也是我和黎莲的亲生女儿。是你，就你死！不应该呀，
当年诸神殿不是已经……这份报告会立刻公布，而林婉儿则是黎明的股票代持人，拥有五湖财团87%的股份，他的无人可以撼动。原股东同意。姑爷，本来就是姑爷。我说过，五湖财团你拿不住。楚涛，你现在是不是很想知道林莲当年是怎么死的？这件事跟你关系。姑爷。蝼蚁就应该在地洞钻着。既然你想出来挑衅我，那就别怪我把你踩死啊！你放松点。别碰我！白灵，带天宝先出去。是，姑爷。我要走了，现在你有一个亲手杀死我的机会，我给你1分钟的时间考虑。这也是唯一一次我想做的使命之外的事情。你以为我不敢吗？一直都知道我是谁，你为什么要杀我？你为什么？杰泽的死和你没有关系，对吗？他确实因为我而死。好好照顾天宝，我们的契约到此为止。不要走。你姐姐的仇，我会亲自来报，剩下的事儿别参与了。7年前北冥暗地那场九国之战，我与诸神殿联合策划的那场刺杀，10万人无一生还，怎么就让他活下来了？周少，您说会不会是林林当时跟他报了信，让他逃了？这个婊子，死了还给我耍麻烦！你去联系坂田一郎，让诸神殿全员入境，做掉林婉儿和楚涛。周少，这可卖国无义啊！要不是我周家当年冒领的那些军功，哪有我周家的今天？明天的授勋大典就是我周家的登基大典。所有有可能知道当年事情的那些人，要么烂在心里，要么烂在土里，没有人能够阻挡我们。是。你好像听到了不该听的呀。周少，您放心，我不会说的。我别害怕。我要不要给你一个机会，让你证明一下自己？周少，您说。我记得楚涛把他的妈妈还有林莲都葬在了落凤坡。是。那正好我跟黑龙在落凤坡有一个土地项目，你去把他妈妈和林莲给挖出来，然后送到他面前，我要让他知道得罪我是什么下场。什么？周少，哎，别害怕嘛，别害怕，别害怕。要么他们出来，要么你进去，想想。都怪你，都怪你！要不是因为你，事情也不会发展成这样子。都怪你！参见龙帅，参见龙帅。起来吧。7年前那场血战，10万隐患
埋早北平安定，这累累血战，他们该是时候偿还。大帅，终于要开始了吗？现在还不能打扫建设，我要的是所有参与者付出，为10万英里血汗。拿着，去准备吧，等我消息。是。妈，7年以前完年，说到做到。你们放心，婉儿会照顾好天宝的。剩下的交给我吧。就是，你们几个赶紧给我挖。是。阿峰，你怎么在这？你要干什么？看不出来啊，掏坟呢？什么？你不知道这是你母亲的坟吗？哼，只要是挡住我的火，就算是祖坟，老子也得挖。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？你敢打我？给我挖！有什么事我担着。是。谁敢动？个狗娘养的！要不是因为你，我也不会遭这种罪。今天要是我刨这个门，死的就是老子！你死都死，还跟老子指这么多事儿！主父，你疯了吗？那是咱爸的坟！朱涛，你要是再敢挡路，周少和黑龙会都不会饶过你，你活不过今天。识相就赶紧让开，等会儿黑龙会的兄弟来了，你就跟你妈的骨架子埋一起吧。今天不管是谁敢动这个坟一下，就活剐了他。行，给老子等着啊！哎，喂，龙爷，哎，是我，小楚啊。哎，今天有人拦住我，不让我们开工。他还说呀，要把您给活剐了呢。哦，哎，是，咱们就在落凤坡。哎，好，等死吧你！楚风，我已经原谅你2次了，但事不过3次。我呀，周少可是周家主的儿子，黑龙会则是帝京的地下皇帝，哪一个只要轻松出手，通通捏死你？你仰仗的，在周少的眼里就是个屁！识相点就赶紧给我滚开！我最后再说一次，马上离开。黑龙会的车来了，怎么了？不敢装了？老子今天不仅要刨了他们的坟，还要告诉你，有些人是你这辈子都得罪不起的。楚风，你找死！楚风，你找死！那是你妈兄弟要你的钱吗？怎么磕头认错？我盗你妈的钱，是亲妈又怎么样？人都死了，还能出来伤我？这是自己吧。楚风，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上跪道歉。我还是去殡仪馆给你磕吧。我说你个上门女婿，有什么资格教训我？我今天不仅要刨了他们的坟，还要把他们给挖出来，当着你的面把他们的骨架子给踩碎，给我把它吃干净。娄爷，就是他，他不仅阻碍咱们开工，他还出言侮辱你，快派人把他弄死！是啊，龙爷，明知道咱是黑龙会的，他还不放在眼里。我说，是陶爷。陶爷，陶爷，去哪儿？龙爷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陶爷母亲的坟都敢刨，老打死你这个丧尽天良的家伙！
别打了，别打了！哥，你别打了，我可是你的亲弟呀！求求你别打了。少爷，这不用留手，既然这辈子不能好好做，那就下辈子。妈，哥要当着您的面把我打死了呀，妈！装模作样就打！是，住手吧！别再跟周家人来了，别再被人当枪使，再敢死，救不了你。我这就改，需要你饶了我哥。等等，把妈的墓碑擦干净了再走。滚！对了，陶爷，来的路上听几个兄弟说，林家别墅附近多了几个陌生的面孔，一直在转悠。说什么？操！周少，怎么样了？楚涛，他现在在我这边。我当然知道他在那边。您这是让你吸引一下他的注意力罢了。走吧，今天晚上我会了结了这对狗男女。林总，吃点东西吧。我，林总，姑爷他肯定是有难言之隐的。天宝呢？都安顿好？安顿好了，林总。姑爷呢？他肯定是想暗中保护你，才选择在这里当保安的。他，麦琳，蓝铁一郎，任务完成。周深，周深，你想干什么？当初你的姐姐也问了相同的问题。你说什么？林婉儿，你不是挺好奇琳琳当初是怎么死的吗？是你们杀了他？哦，我告诉你啊，那个婊子偷听了我周家和诸神殿的密谈，如果他能老老实实的做他的财团总裁，我不会动他。但是他非要去北境北冥暗地去通风报信儿，让我们原本万无一失的布局出现了变数。好在今晚过后，所有的变数都将被清除。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当然是为了我周家的大。明天的授勋大典就是我周家腾飞之时，我的父亲将会成为新任的大夏龙帅，周家也会成为皇室一般的存在。你们要造反？失败者才叫造反，胜利者叫革命。这个表情跟你姐姐当时真的一模一样啊！不自量力的贱人，杀了！等周家事成，周家割让部分土地给诸神殿。周深，你这个卖国贼！哎，对了，林婉儿，你是不是特别期待楚涛那个废物能来救你？巧了，我们也是这么想的。今天晚上在这片林子里已经被诸神殿布下天罗地网，就是为你跟那个废物准备好的埋骨之地。走。
埋伏好，等待你。是，boss。玲玲是你姐姐，我折磨了她足足10天，然后把她整张皮都完整的扒了下来，从这里一直到这里。我发誓，我会杀了你！我会杀了你！你没有这个机会了。等到周家事成，周神殿入侵，再无阻碍。到时候，借由周家割让的土地，我们会慢慢蚕食大夏，直到倾覆整个大夏。哈哈哈哈哈哈！boss，他们来了。按照计划行事，今天我把他留在这里。7年前北平安定那一战，我受命暗杀你大夏的将领，他们没有任何反抗的能力，就死在了我的刃下，就像猪鸡挖狗一样，一碰就碎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剩下的更是如同宰狗一般。这便是我半天以来最伟大的一场战役，应该被载入史册。我呸！暗鬼的手段也配称伟大？你不过是个罪儿小贼，见不得光的东西！二爷的兵不厌诈，这不是你们大夏的威风。boss，我看不见他的人，我也联系不上其他人。他们有几个人？一个，就一个。一个人，废物！汇报情况，人呢？约翰，死。看，还上钩了。楚涛，快走！他们不止这些人，这是个陷阱。能够这么快解决这些小喽啰，你确实有点本事。但今天我们诸神殿所有顶级杀手齐聚于此，就算你们4大战将来了，也死路一条。更何况是你这只小老鼠。楚涛，快走，不用管我！告诉所有人，姐姐和大夏将领都是他们当年勾结周家害死的。什么？你就是我家那张美人皮主人的爱人？你知道他在惨叫的时候都念叨着什么吗？啊，楚涛，楚涛！你找死！站住，楚涛！我给你一个机会，1分钟，要么自残，要么杀了他。不要！杀了我，让楚涛走。现在不是你做决定的时候。楚涛，放了他，我非你出齿。你现在没有资格跟我谈条件。你还有30秒。不要！我不值得你这么做。我不是姐姐，我是林婉儿。你没有资格替我做决定。你滚呐，滚呐！你赶紧滚呐！啊！闭嘴！不要影响我看戏。你还有10秒，记住，走。放他！转一转。哈哈哈哈哈！现在放了他。当然。混蛋！你为什么不走？明明我们之间的关系都是假的，你这样不值得，不值得。老师，我放了他呀，是他自己没跑，这不怪我，要怪就怪你得罪了周家。
想不到周家竟然因为你这个废物割让土地，让我们诸神殿全员入境大夏。大夏，亡国在即！哈哈哈哈！周家，你说什么？我说你们全都得死！反个丫头，什么人啊？等等，我们被绞碎了心脏！你们都看我干嘛？你怎么还能会？魔鬼，魔鬼，还有魔鬼！婉儿，青龙，你3万天龙军立刻集结地境，我要让周神殿血流成河，我要让周家血债血偿，血债血偿！医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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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人需要急救，医生！快救救他！怎么弄成这副样子？别为了救人要紧！跟我来，先把他放到床上。病人现在失血过多，需要马上救治。快，你先去办理手续，我来照顾他。好。好，让开！周和，站着别动，说你呢。病人现在需要救治，否则马上救他妈什么救？二舅，你可知道躺在这病床上的人是谁？谁？林婉儿。二舅，他早在2天前就得罪了周家，你要是想救的话，可要考虑好你们医院的老板能不能承担得起后果。什么？林婉儿，你也有今天呀！你当初开除我的时候那威风啊！说死！死的人是你们！你现在立刻带上他滚出我们医院！我们这里就……这里是医院，医院难道不是救死扶伤的地方吗？要不我先给伤者止血，你再找一个。让你救了吗？啊？我是院长还是你是院长？院长，闭嘴！刚才老板已经给我说了，准备最高规格救治条件，一位重要人物已经在路上了。待会儿要是老板来了，看见他们在此，这个责任我承担不起。睁开你的狗眼看清楚了，你眼前的是人，是活生生的人，确定不要救他吗？怎么，我们不救，你又能怎样？你怎么还想动手啊？掂量掂量，这里可是4大战将青龙的私人医院，怎么你还想挑战下国战部吗？楚涛，真是风水轮流转，你也有栽在我手上。滚吧！等回头呀，我会到林婉儿坟前送上一副花圈的。行了行了，罗安，把这2个人给我丢出去！我看你们谁敢！我看你们谁敢！你又是哪来的傻逼，在我们面前装什么呢？老板，老板，要不是看在你在北京建功，你怎么可能有机会在我底下做事？没想到草菅人命，乌烟瘴气，你也配做医生？老板，你听我解释，是他们扰乱秩序，根本没有把您放在眼里。陈龙，别跟他废话，赶紧给我救人！是大帅，快去找王医生。老板，你听我说，这女的救不得，她是周家的人，要是
是让周家知道是我们救了他，我会没命的。周家，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，这是什么？大夏龙帅令。别说周家，就连我们4大战将都是龙帅的麾下小将，周家有什么资格敢动我？可是7年前大帅不是消失了吗？失踪，真是瞎了你的狗眼！站在你们面前的就是龙帅。什么？龙帅，万事备全。楚涛，我什么都没做。我要知道你是龙帅的话，我都没做。你恶毒的让我觉得恶心。青龙，在查查你自己的医院，若今日之前还有类似情况，他俩死带罪。是，先拖下去。龙帅，你听我解释，今天只是个例，我以后一定改过自新，给我一次机会。带走。没想到周家对大夏人性的侵蚀已经到这么深的程度，要是让他们再继续下去，大夏会由内而外彻底的烂掉。这些年，周家人掌权掌势，做了不少非人的事情，所有人都以能攀附上他们为荣。硬牌你拿着，以我的名义召集部众，趁周家参加授勋大典之时，消灭他的关系网。是，还有，一定要将那婉儿救活。我欠林家的太多。大帅，你他们怎么也想不到，我天生神医，心脏长在右胸上。周少，诸神殿那边，放心，坂田一郎回话，楚涛自裁，林婉儿已死。接下来不会有人知道我们之前干过什么事儿。这授勋大典就是我周家的登基大典。楚涛，你终于死了吗？那五湖财团那边，既然楚涛敢招惹我，那他就该明白招惹我的下场。到时他女儿就会入我周家世代为奴，至于五湖财团嘛，就交给你负责了。谢谢周少，谢谢周少。干得不错，都是父亲教的好，那就恭祝父亲登峰造极，执掌大夏。王龙山是4将之一，在没有清除掉4大战将之前，还不能安定啊。放心吧，父亲，诸神殿那边已经安排好了，今晚他们都得死在这儿。7年前，大夏国威，龙率领4将3军护大夏万里疆域，踏9国，定山河，功高震世，令外域胆寒，诱大夏万民去葬身北冥暗地。今日便是授勋之时，一请龙帅回魂。请龙帅回魂，请龙帅回魂，请龙帅回魂。 7年前，龙帅被外域恶贼杀害，龙帅之位乃军心所在，但国不可一日无帅，所以接下来还请诸位举荐我大夏新任龙帅。能为大夏龙帅之人，必定是位盖世英雄。7年前的一劫，若不是周家主力挽狂澜在诸神殿的刺杀下保我大夏有生力量，何来如今盛世啊？傅毅，周家人才辈出，虎父龙子，大夏有周家，何愁山河不令？我们推举周家主成为龙帅。哎呀，各位过誉了，当年一战。 众将用命，那些血染山河的兵士和龙帅，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。这龙帅之位，我受之有愧呀！
周家主，您过谦了，您是大夏最大的功臣，这个位置您若不走，大夏还有谁人配坐？是啊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切之不恭了。这镇海龙泉剑乃我大夏国器，龙帅佩剑，国器有灵，只有心存万民者才能得其认可。周家主，拔剑即可立成，请吧。当然。这等等，再试一试。不用试了。朱剑，你配上阵。楚涛，楚涛。镇海龙雀符照万，岂能被心死阴邪之人使？你就是楚涛？这怎么回事？你不是周少？坂田一郎不是说他的心脏已经被搅碎了吗？很意外，一次又一次，你为什么就是死不了？这怎么回事啊？这是王老，我们今天来这里是有要事相告。那也要分个轻重缓急吧？有什么事情比授勋大典还重要啊？不错，这场授勋大典决定了大夏的未来，未受邀请之人不得入内。现在就可以将你诛杀！来人，把他给我先拖下去，关押起来，事后再审。等等，周家主，您的反应是不是有点过激了？当然过激，因为一旦婉儿的话说出来，他所谓的授勋大典就是上当。这什么意思啊？胡说八道！快把他们给我拖出去，否则……昨晚周家勾结域外诸神殿，想置我和楚涛于死地。我想问问，这事儿你们知道吗？什么？诸神殿？倭国势力？那不是大夏的死敌吗？周杰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一个是毫无关系的商议，另一个是不明不白的小子。你相信他们？空穴不能来风。我倒是认同你这句话，但是我倒觉得楚涛才是诸神殿派来扰动授勋大典的。对呀，王老，当初您寿宴之时，我们就查出来这小子有问题，但是被他蒙混过关了。一个普通人怎么可能3分钟解决浣熊木马？他背后一定有势力，就是冲今天来的。你们倒打一耙，真是笑话。周家主那可是大夏功臣，马上就会册封为大夏统帅。你觉得我们会相信他，还是相信你身边这个来历不明的小子？王龙山，今天在这里的可都是大夏重要将领，如果出了什么事，你担当得起吗？楚涛，周家主说的也算有理。诸神殿手段奇诡，近些年来大量的外域君主被他们所杀。如果他们要想刺杀你的话，那你是如何活下来的？是啊，诸神殿出手，从来就没有人能活下来。唯一的解释，他们都是诸神殿的人，给我抓起来！王老，不要听信周家谗言，他们早已勾结诸神殿，他们父子都是卖国之贼，妖言惑众！王老，还请将他们就地诛杀。楚涛啊，你的命是真大呀！你为什么就不能像一只老鼠，乖乖的找个地方躲起来等死呢？林云海，你知不知道周家要干什么？你明明知道真相，你为什么不说出来呢？你还有机会赎罪。闭嘴！真相那玩意儿值钱吗？今天只有你们死了，这段才是我的。今天没有任何人阻挡周家的脚步。今天你们3口都来了，这下好，省得我费事。王龙山，还犹豫什么？
楚涛，如果你不能证明你自己说的是实话的话，那么你玷污大典行为，我也保不了你了。我不需要证明什么，因为马上就会有人证。王老，你听见了吗？这小子就是来捣乱的。跳梁小丑啊，你是来搞笑的吗？算了，先把他们押下去，等受训大典结束之后，我亲自来审。我不同意，这一场大典太过重要，遇见任何变数，直接诛杀即可。见过三位战将，见过三位战将，见过三位战将。楚涛、林婉儿，你们见到三大战将还不赶快行礼？是不是有点太猖狂了？真是放肆！哎，将死之人行不行礼的不重要。我们三大战将已经隐退，此日前来就是为了参加授权大典，不必行礼。不过你们这是什么意思？青龙，你们来的正好。此人为楚涛，扰乱会长秩序，这是其罪之一。其次，我怀疑他跟诸神殿有关，来此意图刺杀。哦，周记，你血口喷人，明明是你们。不仅如此，他还污蔑我周家与诸神殿有染，妄议我大夏功臣，请诸位战将治罪。请各位战将定罪。请各位战将定罪。请各位战将定罪。楚涛，没事，看着。确实应该定罪，但定的是周家的叛逆之罪。你说什么？周家叛逆？龙，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当然，我也很清楚的知道你做了什么。7年之前，龙帅信任于你，将情报部门交于你，而你却因此蒙骗千群，联合诸神殿刺杀龙帅，将我大夏10万阴魂葬于域外，还将自己的亲信接回来，把所有的荣耀都揽在自己手上。我说的对吗，周记？青龙战将说的是真的。我就说，当年龙帅领兵鏖战9国，连战连胜，军威浩荡，怎么在凯旋夜前夕战败？龙帅之位，若是让给你这种不仁不义、不忠不孝之辈，那岂不是我大夏之耻？周记，结束了。来人，周记给我拿下！怎么回事？为什么还不制服周家人？制服？你们是在做梦吗？你们怎么回事啊？难道青龙战将说的还不够清楚吗？红山，你看不清情况吗？这7年，我与域外众国达成了协议，他们已知道龙帅已死，陈兵边境，只要有我在，域外安稳。一旦我周家灭亡的消息传出去，大夏将再次面临9国临近的危机，到时候你们都得死。怎么样，敢杀我吗？抽筋，勾结诸神殿，勾结了曾经的敌国，你这么做，把这些英烈牺牲放在何处？他们死关我屁事！周家的大夏才是大夏，没有周家，大夏的存亡与我有什么关系？龙帅已死，现在没有任何人的威严足以压制9国的躁动，你们只能靠我。你们一次又一次举办周家的大业，今天过后，我让你们体会到什么叫生不如死的滋味。外公，他说的没错，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第2个龙帅了。周进已经把大夏的国运绑在了自己的身上，
我们输了。龙帅已死，周家当立，周家家主周进，恭请诸位赴死，壮哉我大夏！龙帅，我爸爸不是就在这里吗？你们瞎做啥？小朋友，你说什么？他龙帅，你个小贱种的脑袋锈掉了啊！不是吧？堂堂龙帅居然在一个椰树园区里面当保安？哟，难道你要拿你的小警棍吓退9国联军不成啊？我周家不光有9国之约，而且在这个会场已经有诸神殿布下的天罗地网，除了我们自己人，一只苍蝇飞不出去。就算你是龙帅，也不至于蠢得自投罗网吧？是，我，你要干什么？还愣着干什么？把他给我抓起来！青龙要鱼死网破吗？你似乎没有看清楚，谁是楚涛，我知道我们虽然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，对你也下手太残忍，但是为了大夏的命运，你还是放弃了。我可以为大夏万世太平牺牲，为大夏万民立命牺牲，但周家不值。呸！大胆！这是龙帅佩剑，你怎敢触碰？当年9国靠近，危险天命，现在区区一个周家，配跟我争天命？什么意思？不可能，这绝不可能！朱雀、白虎、青龙、玄武4项神将，何赞？末将参见龙帅。末将参见龙帅。这海龙区被爬出来了，楚涛哥哥是龙帅。原来如此，楚涛，你就是那位龙帅。姐姐，我终于明白你当年为什么会这么义无反顾地追随他了。龙帅，你是龙帅，你是英雄，那我姐姐，我是龙帅，我家的所有计划全部失败了。原来如此，我以为我看错了，果然是你。除了你之外，谁能创造那样的奇迹啊？7年来，我隐姓埋名，全靠你独自跟他们周旋。老姜不辛苦，老姜唯一遗憾的是不能保护你呀。周健，我告诉你，结束。楚涛，我承认，确实出乎我的意料，但是现在如今，大夏的战部都在我的手里，他回来也不过是一个光杆儿。我死，大夏亡。好，真的敢拿大夏的命运来赌一场吗？大夏国运靠的不是委曲求全，靠的是马踏天下的军威。打出来！既然如此，那你就去死吧！楚涛哥哥小心！龙帅小心！龙帅小心！什么？不可能！上次7年前还有昨晚，明明目标都是西藏，为什么你明明都重生了？因为我的西藏不再苏边。原来是这样，怪不得昨天晚上
坂田一郎，你一而再再而三的挑战我大夏天威，等这边射了我第一件事就是让你诸神殿血流成河。周家、林家，龙帅呀，龙帅，我们都是被周家逼的，我们没有叛逆，我们也没有办法。你的意思，莲儿的死和你们没关系？婉儿啊，我是你的亲二叔啊，婉儿，我们的身体里流着一样的血啊，这个不能这样。我原本以为你们只是贪图五湖财团，没想到为了这些，你们竟然把亲兄妹、亲姐弟送入别人的刀下。你们还有什么脸面求饶？堂姐，我是被逼的，我也不想啊。林家父子毒如蛇蝎，杀我父母亲戚。林家婉儿求龙帅为我报仇雪恨。婉儿，就算你不爽，我也不会放过他们。楚涛，别忘了，大夏战部还在我的手里，只要我一个电话，大夏就会陷入大乱。若是你也不会好过，大夏内忧外患，我看你怎么解决。周进，你还要执迷不悟到什么时候？我要死了，大夏留着还有何用？楚涛，把龙帅智慧传给我，你就能。你打吧。啊！我说打吧。龙帅，周进这7年来暗中培植势力，果真如他所说，大夏大乱，九国绝不会坐而不见，到那时候将会出现内忧外患的局面呐。是啊，龙帅，没事，老王让他打。你们逼我的，是你们逼我的，我是大夏的千古罪人。找什么呢？不会是这个吧？怎么会在你那里啊？还有，别打了，都在这儿呢。这怎么可能？这都是我的亲信啊！他们怎么会投靠你们？当然可能不会投靠。说起来也挺累，从昨晚到现在啊，我们打了一整个晚上。名牌你拿着，以我的名义召集部众，趁周家参加授勋大典之时，消灭他的关系。是。当年我在明处，你们在暗处，而这几年来，我们为之互换，一切都是为了今天。景龙，来，将林家父子、周家所有人金无挑断，弯曲膝盖，让他们都跪在北京墓前忏悔。等他死了，我浇上水泥，风清雨石，让他们为死去的战士守墓1000年。是。那就让你女儿回家吧。爸爸。我把你妈了个逼！少爷，阿峰，阿峰，阿峰，这是护车，快点救护车！不用了，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，一切都是我的错。别说丧气话，哥，求你了，先听我说，我不配做你的弟弟。哥，你是大英雄，你是为大夏，但是刚才我也是为了一方付出，但我是不是也算英雄了？算了，阿峰，你承受好吧？哥哥
好保护你的，不会让你再走弯路。能够回头，已经是个好机会了。哥，下辈子我来做你哥，我来保护你，我来赎罪。阿峰，阿峰，阿峰！接见三军，稍作准备，3日后跟我兵踏我国。这一战，我要让那些阿萨毒州彻底灭族！妈，对不起，最后我还是没有照顾好阿峰。你没有错，阿峰临走前误会不都解除了？欲望会滋生野心，野心会产生罪恶。你也有自己的野心，是是什么？是，龙帅，龙帅，万军齐备，九国趁乱陈兵大夏边境，包括倭国，那就打。去吧，家里有我。爸爸，打趴他们。好，但是爸爸这次不仅要打趴他们，我会彻底打断他们的脊骨，抽干他们的骨髓，砸碎他们的膝盖，让他们再也爬不起来，让他们知道大夏人人如龙，岁月必诛。